注新冠预防下的照顾服务员排伫咧门口等，有3种疫苗会当选。立委罗美玲嘛专工来甲因关心因此预防下的进行，鼓励他们出来打这个第3剂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把这个防疫的这个保护网呢，让它更加的严密。因为北部疫情变严重，南投县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为了守护长照的服务，鼓励协会医护人员对家注第3剂，因和南投病院合作安排医护人员来替因服务，各500块会当领，是南投县第一间推出用现金奖励员工注第3剂的单位。予阮真好的保护，鼓励阮来做这，搁发红包予阮。也是呼吁我们所有的照服员，一定要来打我们第3剂。现场超过200人来注射，协会希望会让借出现金给奖励，和全县的医护人员拢疫苗通给保护。